公啊，你走路怎么一拐一拐的？阿公，你行路用摆呀摆的呢？阿公，你行路用摆呀摆的呢？最近没吃青菜是吗？俺叫冇是抢菜黑嘛？俺叫冇是抢菜黑嘛？是啦，最近没什么吃青菜。嘿啦，俺叫我冇嘛给有色抢菜。嘿啦，俺叫我冇嘛给有色抢菜。加上又撞到一下，没事。韩哥又冲到一下，哎呦，冇要紧啦。韩哥又冲到一下，哎呦，冇要紧啦。阿公要吃些青菜呢。阿公，我都是得会抢菜哦。阿公，我都是得会抢菜哦。俗话说啊，一日不吃青菜，走路就会摇摇晃晃。人讲啊，一日冇食强，行路偏冲强。人讲啊，一日冇食强，行路偏冲强。三餐都吃肉，会少活几年哦。三餐都食肉，少踢36。三餐都食肉，少踢36。是啊，从前常听人说，哎呀，头摆接送唐人讲过，哎呀，头摆接送唐人讲过，自己却不会做。自家三冇做到，自家三冇做到。阿公，没关系。我们先来量血压。阿公，冇要紧啦，你先来量血压。阿公，冇要紧啦，你先来量血压。请坐在这张椅子上，抢草地要从灯内烘，抢草地要从灯内烘，只需要3到5分钟就可以了。有3-5分钟就做得了，有3-5分钟就做得了。我今天穿长袖，可以直接测量吗？我今本日做长袖，做得36.6码。我今本日做长袖，做得36.6码。阿公，请先把外套脱掉哦。阿公，抢先老将把腿下来。阿公，抢先老将把腿下来。里面的袖子啊，不用卷起来。肚胸嘅3手唔是压起来，肚胸嘅3手唔是压起来。请把手伸进来，手掌向上，将老鼠存入来，手把掌向杠上，将老鼠存入来，手把掌向杠上。在量血压的过程中，不要讲话，啲量等血压嘅下唔好讲话，啲量等血压嘅下唔好讲话，或做其他动作哦，咩唔好做其他动作哦，咩唔好做其他动作哦。好了，阿公，血压有些偏高，后来阿公，我血压又较高一些嘞。后来阿公，我血压又较高一些嘞。要注意一下哦，会声音得位哦，会声音得位哦。好，我帮您用额温枪测一下体温。我用额温枪，老你量一下体温。我用额温枪，老你量一下体温。36度半，正常哦。36度半，已正常。36度半，已正常。谢谢你。按姿势哦，按姿势哦。